首先来看昨第58届金钟奖举办戏剧类颁奖典礼，最佳戏剧节目颁予春丽来了个暴走女外科，主演的蔡淑菁嘛摕到最佳女主角，最佳男主角是演出生生世世的史树宁，另外牛车来去的米可伯嘛摕到最佳女配角奖。 第58届金钟奖戏剧类颁奖典礼昨日伫国父纪念馆举行。村内面来一个暴走女外科，除了摕到金钟上大奖最佳戏剧节目，也有戏剧节目的导演奖。戏内女主角蔡淑菁今年第3遍入围，也成功提奖。我一直相信，故事可以帮助我们彼此互相理解、互相包容，促进世界和平。而故事的载体就是演员。 我以身为一名演员为荣。和主持人张欣婷笑讲有提奖体质的史树宁，2002年以生生世世得到金奖的时代，今年佫摕到第2座，激动到话拢讲袂出来。谢谢我亲爱的团队，谢谢作品，我很幸运，再次谢谢大家，我会继续努力。人气乐团灭火器的主唱杨大正第1遍入围金奖，就以我愿意摕到戏剧最佳男配角。 伫台顶无顺利甲金钟讲这金曲。我除了是一个乐团主唱之外，我也会是一个很棒的演员。谢谢谢谢金钟奖，我会带来这份祝福，继续努力。戏剧最佳女配角是牛车来去的米可白摕到。自儿童节目主持人、通过艺人到演员，伊哪靠哪感谢评审看到伊的努力。大家好，我是米可白，我是一个演员。迷你剧这个奖项上大赢家是伊甲伊的伊，甲男女主角奖拢摕到。李廷彬第1遍入围就摕奖，柯伟霆是人8年搁再摕金奖。谢谢我自己，一步一脚印。特别贡献奖颁予今年破病过身的资深视帝丁强，伊享受87岁，又夜牵手李选大领。全场扑啊声无停，金钟58圆满结束。第1遍担任主持人的张兴林，纪录片拍会解围，得到真侪好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